大家好，我係 Kaden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乒乓球玩家都遇到過嘅痛點。明明每個禮拜都花大量嘅時間去苦練，技術卻仍然卡喺咗瓶頸度。例如發力唔夠、落台率低，甚至連自己究竟錯喺邊度都唔清楚。努力咗咁耐，但成效唔似預期，嗰種無力感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。更值得留意嘅係，麻木嘅練習唔單止低效，仲可能因為長期嘅錯誤動作而累積受傷，特別係手腕、手臂、膊頭同埋腰背。當冇教練喺旁邊即時糾正嘅時候，錯嘅姿勢好容易變成肌肉記憶，最後演變成慢性嘅勞損。所以問題嘅核心就係傳統嘅訓練缺乏咗即時、客觀同埋個人化嘅反饋。今日我哋帶嚟咗一個可行嘅解決方案，跟住落嚟交俾 Samuel。大家好，我係 Samuel。接住我哋嚟講解決方案。為咗解決上述痛點，我哋研發咗 Smart Racket。Smart Racket 係一個外掛模組，體積細過一個乒乓波，要安裝非常簡單，只需要將個模組安裝喺球拍頂部就可以開始使用。我哋唔要求用戶更換球拍，因為我哋深知每位球手對球拍手感嘅重視。喺硬件方面，我哋用咗低功耗嘅 NRF52840晶片，再結合 Edge Impulse 訓練出嚟嘅 TinyML 模型，令到數據可以直接喺球拍上面完成 AI 分析，大大降低咗數據傳輸要求。喺 App 方面，我哋用咗 Android Studio 去開發，而家透過 Bluetooth 就可以將 Smart Racket 連上手機。目前嘅版本已經可以好順暢咁接收球拍端嘅數據，包括你嘅擊球、姿勢同表現數據。App 咧會即時接收，仲將佢轉換成為一個圖表，令到你一眼就可以知道自己嘅表現，仲支援埋完整嘅數據記錄同分享功能。喺 AI 方面，我哋透過 Edge Impulse 採集數千次揮拍數據，先至得出呢一個 TinyML 模型。而呢個模型都成功 deploy 咗喺球拍端，唔需要網絡就可以做到動作分析。大家好，我係 Ivan。市面上嘅 Genova 雖然係智能球拍，但一體化設計令電池老化後成支報廢，仲強迫用戶放棄愛拍。佢哋嘅方案係換咗你，而我哋嘅答案係成就你。每支球拍背後都有故事，我哋嘅外掛式設計係為咗令你用愛拍延續故事。目前 AI 已經可以識別4種動作，下一步結合 Samsung Health Sensor SDK 監察疲勞，未來擴展至匹克球同醫療復康。我哋嘅願景係透過 Samsung 生態，令每個普通球友都擁有國家隊級別嘅訓練。Smart Racket 讓每一次揮拍都有數據相伴，讓每一次學習都能被看見與改變。多謝大家。